馬可福音第8章，過無幾久，那外一大群人齊集鄉下，佢哋無乜嘅好食。耶穌喊學生來，對佢哋講：我對這群人真擔心，因為佢哋同我鄉下已經3日，這下無東西好食咯。那係我喊佢哋餓肚子轉去，佢哋在路上會餓到半生死。因為佢哋有到係對親人來嘅，這學生就問佢講：在這偏僻嘅所在，我哋可去哪位尋按到嘅食物，本了到人吃飽呢？耶穌問佢哋講：你哋有幾多餅？佢哋應講7隻。耶穌吩咐眾人坐在地上，然後拿起嘅7隻餅嘅。感謝上帝後，就擘開，交給學生，喊佢哋傳給大家。學生就分給眾人，佢哋也有幾米4五嘅。耶穌獻上感謝，吩咐學生也分給大家。大家全部食到飽。學生đem食剩嘅碎嘢裝滿7隻籃嘅。幾條人大約有4000隻。耶穌就喊眾人散開，讓使老學生上船，去大馬努他嘅地方。有的法利賽人來見耶穌，老佢辯論，佢哋想愛害佢，就要求佢行一個神蹟，來證明佢所做嘅係對上帝來嘅。耶穌深深吐一口大氣講：這死退嘅人。樣辦會要求神蹟呢？我實在老你哋講，無乜嘅神蹟好本倆死退嘅人看。佢就離開佢哋，又上船過去湖嘅對面。學生唔記得大家都餅嘅，船上只有存1隻餅嘅，無別嘅食物。耶穌經過佢哋講：你哋愛生意，愛提防法利賽人嘅佛教，老希律嘅佛教。佢哋彼此暗中議論講：佢講了這話，怕係認為我哋無家帶餅嘅。耶穌對佢哋所講嘅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用萬討論無餅嘅這件事呢？咁講你哋還忘了嘅，還無明白係無？你哋嘅頭腦咁暗吞，你哋有目珠咁看唔到，有耳光咁聽唔到，你哋咁唔記得起嚟。我把佢5隻餅嘅分5000人食嘅時，你哋將食剩嘅碎嘢裝滿幾多籃嘅？佢哋應講12籃。耶穌又問講：我把佢7隻餅嘅分4000人食嘅時，你哋又裝滿幾多籃嘅？佢哋應講7籃。然後耶穌講：哎樣，你哋還唔會明白係無？佢哋來到伯賽大，有人帶一個麻木嘅到耶穌面前來，要求耶穌命佢。耶穌牽麻木嘅手，帶佢到村莊外邊去，披好爛在佢嘅木柱上，然後按手在佢嘅身上，問佢講：你有看到東西無？佢俯頭來看，講：我有看到你，佢哋唱書嘅，行來行去。耶穌又用手握佢嘅木柱，嘅麻木嘅拔開木柱來看，就完全恢復，各樣東西看到清清楚楚。耶穌喊佢轉去，又吩咐佢講：連這村莊也唔好再入去。耶穌讓學生去凱撒利亞腓立比附近嘅村莊，在路上，佢問佢哋講：一般人講我係乜人？佢哋應講：有的講你係施洗約翰，有的講你係以利亞，也有的講你係上帝中嘅一個。耶穌又問佢哋講：你哋呢？你哋講我係乜人？彼得講：你就是基督。然後
耶稣警告佢哋，一定唔好對別人講佢嘅身份。耶穌就開始教示學生，人子一定要受很多嘅苦難，佢會本長老、祭司長、老經學教師棄切，也會本人殺害，總係第三日佢會復活。佢將呢條事講到清清楚楚，彼得就來等耶穌，開始勸佢。耶穌轉身看等學生，接批彼得講：撒旦閃開！你嘅想法唔係對上帝來嘅，係人嘅想法。然後耶穌喊眾人老學生到佢面前來，老佢哋講：想愛聽我嘅人，就愛標貼自家，騎起佢嘅十字架來聽我。因為想愛救自家生命嘅人，反轉為喪失生命；為到我老我嘅福音喪失生命嘅人，反轉會得到生命。人那係傳到全世界，總係喪失自家嘅生命，有乜嘅路用呢？當然冇。而為那乜嘅來換自家嘅生命呢？對了淫亂老邪惡嘅時代，無論乜人，因為我老我嘅個圈感覺減少，人子在假巴嘅陽光中，同佢嘅升天使向下降臨嘅時，也愛看佢做減少嘅人。